杜塞爾多夫、本拉特宮、本拉特宮、是位於德國城市杜塞爾多夫的建築物。本拉特宮始建於1755年，竣工於1770年，是一座巴洛克式建築。本拉特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博物館，博物館，主樓是配有導遊的博物館。主樓是配有導遊的博物館。主樓是配有導遊的博物館。有時還會有音樂會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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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公園，本拉特宮，公園，公園。它被一個有兩個對角線穿越小巷和圓形小巷的巴洛克式廣場狩獵公園包圍着。史蒂芬，你已欣賞到本拉特宮花園的壯麗景色。史蒂芬，在香港能否找到類似的花園？史蒂芬，走過這麼大的花園，你會累嗎？本拉特宮，本拉特宮，本拉特宮，法國式室內設計。法國式風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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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設計。本拉特宮室內巡禮。
本拉特宮室內巡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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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Goodbye. 感謝你的收睇，再見。